我們一起上學去。早上，我們一起上學去。在校車上，我們快樂地唱歌。校車很快便到了學校。回到課室，我說：阿文早晨。阿文說：早晨。我看見他的桌子上有鉛筆、橡皮和尺子，還有課本。我們的書包都掛在桌子旁邊。課室後面是圖書角，書架上放了很多圖書。同學們都喜歡在那裏看書。上課了，今天有中文課和英文課，還有體育課。我最喜歡上體育課，因為可以在操場上做運動。大家一起上課，真開心。讀一讀。校車，校車。學校，學校。課室，課室。桌子，桌子。鉛筆，鉛筆。橡皮，橡皮。尺子，尺子。課本，課本。書包，書包。書架，書架。上課，上課。中文課，中文課。英文課，英文課。操場，操場。做運動，做運動。